大家好，我係你嘅輔導心理學家 Dr. 梁，歡迎嚟到愛心故事系列第3個故事《遠親不如近鄰》嘅第2集。路加來信。話說狐狸先生收到佢媽媽響舊家鄉寄嚟嘅一封信，信裏邊提到佢屋企裏邊有位嘅長輩有重病，好希望狐狸先生可以返去探下佢。狐狸先生睇到呢封信之後，既內疚又焦慮。咁我哋睇下今次佢又會用啲咩方法去面對呢一個挑戰呢？狐狸先生收到信之後，打一封信，對住個窗坐喺台上邊，佢耷低頭，眼神有啲低落，輕輕嘅撳住呢一封嘅信。我哋其實都有一個嚟自舊屋企嘅聲音，而呢啲嘅聲音有時好沉重，但係又係好誠懇。狐狸先生唔知點算，佢坐低個頭覺得好沉重。佢同狐狸太太講：阿媽好需要我，但係喺呢度嘅生活啱啱開始起步，點好呢？我咪應該要返去啊！狐狸太太用一個好體貼、好溫柔嘅眼神望住狐狸先生。佢同狐狸先生講：你唔一定要用舊嘅方法去回應㗎噃。而呢個時候，狐狸小姐就揸住佢嘅平板電腦，響門罅裏邊伸個頭入嚟。佢同狐狸先生講：不如拍片啦！拍片咪就好似一封睇得見嘅信一樣咯。而狐狸先生突然間恍然大悟：咦？呢個都可能係一個傳達思念嘅方法噃。而松鼠先生一家知道狐狸先生呢個情況，佢哋主動嘅幫手，佢哋將屋企嘅攝影器材全部都搬晒過嚟，將狐狸先生屋企嘅廳變成咗一個臨時嘅影棚，喺度幫狐狸先生拍攝同埋錄音。松鼠先生仲講：拍完之後，我可以幫你加埋字幕㗎。而松鼠太太都話啦：呢個唔單止係一個資訊，亦都係一種感情嘅聯繫。拍攝嘅過程裏邊，狐狸先生望住鏡頭，用好誠懇嘅態度，佢同佢媽媽講：阿媽，我哋喺呢度都好好，都好掛住你。當我哋學識用心去聯繫嘅時候，其實距離唔一定係疏遠。移民嘅人經常都響家庭責任同埋個人生活之間掙扎，但係透過接納現實同埋主動連結，係可以減少自卑感同埋提升行動能力嘅。
愛德勒講過，我哋冇辦法改變過去，但係可以決定點樣去回應佢。正確心理學相信，幸福唔係要切斷，而係揾一個聯繫嘅方式。倫理互助會第一次嘅會議差唔多要開始啦。究竟邊個聲音將會被聽見呢？邊個又有勇氣去講嘢呢？敬請大家留意下一集倫理日。我係你嘅輔導心理學家多德亮。